Aqua 第二集咧，表達藝術治療咧，你嘅專業嚟㗎咯喎，你諗好咗要同啲觀眾介紹啲咩未啊？你要話俾佢聽㗎嘛。係喎。係啊。哇！我預備咗嘅嘢咧就多咯。靚唔靚？係啊，我哋開會嘅時候都好表達藝術㗎。咁咧其實最主要梗係想同大家觀眾講下咩係表達藝術治療啦，或者話俾大家聽啊，市面上有咁多唔同類型嘅藝術治療，譬如藝術治療啊、戲劇治療啊、音樂治療啊，大家究竟有啲咩分別咧？咁我等大家可以多一個選擇啦。咁另外最重要咧就好想講啊，點解畫下畫會幫到人咧？其實我哋喺畫畫嘅過程裏邊有好多感官刺激嘅嘢，而到時我亦都會詳細同大家講下呢啲感官刺激最後點樣可以做到輔導工作咧？呢個係我畫嘅。係，佢都比較 train 到可以成為一個畫家。係啦，咁如果各位觀眾咧對頭先我講嘅嘢好有興趣，想知多啲嘅話咧，都係啦，就留意下我哋嘅播出日期。冇錯啦，6月。係簡單到呢一幅畫係我嘅作品嚟嘅，喺我上堂時候做一啲活動嘅實習嘅時候做嘅。咁一睇就知道唔使畫家都做得到啦，係咪？係，睇下先啊，都要嘅，睇個貼嗰係咪整蠱我？咁咧，其實我哋參加活動嘅受助人咧，完全唔需要任何藝術經驗或者係一啲藝術性嘅技巧，只要你覺得任何簡單嘅圖形，你覺得表達到你自己就已經可以得啦。咁如果中意智障嘅意思呢，雖然我知道有學過兒童心理學，知道智障係咩呢？原來嚴重智障嘅意思呢，佢係全部人都溝通唔到嘅嚴重程度係，仲要必須會有最少一項嘅身體殘障，慢慢不停咁做，不停咁做。係。咁就有事發生啦喎！咁原來咧真係有用㗎喎，我自己都好想知道呢個理論係堅定流嘅咧。係。